保持总队掠到一个山鸟鼠集团有12个嫌犯，因专门伫新竹山区大关雾地区偷测一寡珍贵山马的树瘤，警方是查扣超过600公斤的树瘤，市价超过200万。保持总队的警员入去到德北这间自助餐，一个就掠到3位涉嫌偷测树的嫌犯。木头刮木，在这弄木头啊，对不对？对啊。 原来这3个嫌犯拄则伫山顶将偷测落来的树瘤交予其他的人去转卖，不过警方早就已经伫遮咧甲因挡。警员嘛已经追查到这间伫咧德北的厂房，查到真大批切好的树瘤。有来源证明吗？啊？所以你还申请先生先过来啊。 警方伫现场清查到包括喜怒器、黄把树等等贵重的木材，总共有24袋，617公斤重，初步估计会当卖超过200万块。警方表示，新竹的消防队伫去年6月救助山难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大关雾地区有可疑的搬运器材。深入追查了后，有掠到12个偷测树的成员。 而且其中包含姓陈主嫌在内，拢总有8人，佫是同一个家族的亲人。在新竹监视等10多处所执行搜索查缉，即查扣台湾扁柏、萧楠、红块等树瘤。 警方表示，这个集团自去年6月开始，就锁定新竹的山区来偷测贵重的木材，而且佫有真有路的分工。林管处表示，这件是靠科技执法，才会当掌握到嫌犯的行踪。重点的区域，我们在林管处的部分，我们都会加强森林护管员的巡护频度而且我们也有运用科技器材来加强搜证林管处所落来卖扩大运用自动相机这款科技执法的器材，卖加强山内巡逻。若警方将这12个嫌犯依照违反森林法等等的罪嫌上班，经过检方侦讯，对姓陈主嫌等等3个人声押嘛已经核准。记者综合报道。